好啊，大家好啊！做乜我又無端白事喺度拍片咧嚇？咁拍得片通常都關 Devil Stick 事㗎啦嚇。關咩 Devil Stick 事咧？就係、一支我覺得比較革命性設計嘅 Devil Stick 啦嚇。有幾革命性咧？一陣間再講啦。咁睇睇佢個外觀先啦。就係、呢一支啦係日本製造嘅個名叫做 Kizoru Stick 串法 KIZORU 咁樣串啦如果譯做中文叫基座腦咁樣，大約咁嘅字咁樣讀音啦Eva 有朗基努斯槍啦，呢個有基座腦之棍咁樣啦，好似好中二病咁呢支棍有啲咩特別咧？有啲咩咁革命性嘅設計咧？因為佢係用 3D 編嘅技術做出嚟所以咧你支棍身咧就係、有啲橫紋咧，即係一圈圈咁樣編出嚟嘅。佢又唔係藥船支，成支都係完全 3D 編出嚟嘅裡面就有支睇落似係金屬通咁啦點解可以睇到裡面咧？因為佢用嘅物料咧係啲透明嘅塑膠嘅物料咁樣編出嚟啦，就當係好似砌高達模型嗰支激光劍咁差唔多咁嘅物體嚟嘅，嗰啲咩顏色嚟嘅？所以呢支棍咧即係好搶眼啲顏色喺燈光打落去之下咧，佢又反光度好犀利除此之外咧，就唔同嗰啲傳統嘅木製 Devil Stick 啦，佢係有少少腍身嘅，你攣落去咧係攣得入㗎咁當你用嗰時又比較多啲嘅緩衝咁樣咯多啲緩衝即係會好操作啲啦咁樣。仲有3D 編亦都有個好處咧，我估佢個誤差即係個公差會非常之細我以前玩咧嗰啲木嘅 Devil Stick 咧，佢嘅公差可以好大嘅。公差啲咩咧？總之佢一大批生產出嚟就啲尺寸咗，可能有啲大啲，有啲細啲，有啲重啲，有啲輕啲咁樣咯。3D 編出嚟嘅理論上你個電腦程式 set 咗，咁一部機編出嚟啫，好似你擺張紙落編塔編嘢出嚟咁樣，嗰啲字都係差唔多咁嘅位置咁樣出現翻㗎啦我亦都買咗兩支啦為咗度個誤差啦而且我又睇下有冇事又玩得翻兩支啦，因為我太耐冇玩啦兩支就咁拍埋咧，佢哋個長度亦都好一致嘅其實佢有三隻唔同嘅 size 嘅，我買咗650mm 啦，咁我就度啦乍眼睇落就645mm 到啦，即係大約啦始終總之佢長度一致就得㗎啦你唔好有啲長有啲短咁樣啦仲有啦，由於佢成支棍咧就乜都冇嘅，咩 marking 都冇嘅，最緊要咧係度翻個中位啦我準備兩隻唔同顏色嘅膠紙啦，同佢度翻個中位咁樣睇下度完中位之後個誤差又即係會唔會有好大嘅差距第一支先我度中位點度咧？如果即係你買支棍翻嚟乜嘢 marking 冇咧，就自己度啦就算可能有陣時買翻嚟佢度咗俾你，可能都有啲誤差嘅就咁樣啦，擺手指喺度咁手指晾住，跟住然後就喺佢最平衡嘅情況下，又貼張膠紙落去，又度個中位佢咯呢個黑色好啦，跟住就下一支度完中位之後咧，又拍翻埋咯我唔知係咪貼得唔靚點啦，又爭少少啫呢啲都可以接受嘅，爭過少少咁樣其實玩落都總之大致係中間都差唔多㗎啦我跟住落嚟咧，又度下佢其他位置嗰啲尺寸求其攞個黑色嗰啲先啦。黑色嗰支咧就由於呢個卡尺唔係啲電子卡尺所以我都冇得即時顯示到佢幾大俾你睇，或者讀出嚟俾大家睇啦卡落最中間度啦，又唔可以太大夾咯，因為有啲腍㗎佢呢個中間就個粗度係17.7mm 到啦，17.7mm白色嗰支嘅中間位咧，睇下幾闊到啦其實我都冇點喐過支卡尺，就咁擺入去都係差唔多嘅17.7就咁卡落去
到最闊嘅位置喎，即係個棍頭個位置啊，但係唔好去到個六角形個頭嗰度啊。咁樣卡落去25.4度啦嚇，就冇乜點都就掹出嚟，跟住都就咁拋落去，都係差唔多嘅。所以佢又可能由於 3D 編嘅技術關係啦，佢個誤差真係可以細到咁樣啊！咁啊，之後到最關鍵嘅重量啦啊，黑色棍嗰支擺上去先啦，係啦，咁啊一個鏡頭拎過嚟 pan 一 pan 先，咁啊顯示係201 gram 到啦，好啦，換個第二支啦，到白色 marking 嗰支啦。咁啊，199嗰個誤差都係得個2 gram 到嘅，其實真係都唔差，都非常之細啊！咁啊，最緊要嘅梗係用落個手感點樣啦嚇，依家就試一試俾大家睇下。最基本咁樣打啦嚇，咁我個感覺方面都冇咩特別啦嚇，都係咁打。而且都發覺佢啲環紋作用都有啲用㗎，冇感覺上冇以前啲木棍嗰啲咁線得咁厲害啊！咁啊，跟住就試下其他嗰啲螺旋槳嗰啲啦。螺旋槳啊，另外有少少吃力㗎，可能佢個頭尾最重咧就唔係好夠咁樣啦嚇。咁我都要少少力先至，即係少少專注先至做到啊。咁啊試埋左手啦嚇。啲左手我好耐冇玩嘅，所以都左手都成日我要望實先做到啊，唔同以前唔望都做到啊。咁啊，另外用 Stop and Go 試下佢啦嚇，因為 Stop and Go 係呢個要個摩擦力比較大嘅招式啦。做一下先啊，左手滑都甩，唔係好慣，太耐冇玩啦，都唔係。咁啊，如果你即係個摩擦力夠好嘅話，連續都比較易做嘅，可以試下。我諗都係關我太耐冇玩嘅緣故啫嚇。係啦，就係咁樣都。不過我嚿手感上都覺得係輕得滯啊，咁啊遲啲我會試下加工佢睇下會唔會再好啲啦，研究下加工嘅方法啦。跟住有關於加工嘅方法咧，我又即係準備咗啲唔同嘅膠紙啦嚇，即係就好似阿富榮啊或者阿浩洋呢啲高手咧，佢哋又包嗰啲羽毛球拍柄嗰啲膠紙咁樣纏落去啦，增加嘅摩擦力啦嚇。我準備咗2隻啊，即係試試啦，即係有2支棍會2支唔同嘅膠紙試試咯。咁啊第一隻係呢啲咁樣嘅有啲凹凸紋嘅膠紙啦嚇，咁啊好薄嘅。咁啊我估計啦，可能黐耐嗰陣時都可能同呢個冇分別㗎啦嚇。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呢一種啦嚇。咁啊用手指摸落去咧，個身咧就好似好滑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如果我用嗰啲手棍咧捽落去咧就非常之絕㗎，即係個物料啊有啲似手棍嘅質地咁樣啦嚇，比較厚身啲嘅。咁我覺得呢隻膠紙有個好處咧，就即係唔會點樣改變到佢嘅顏色啊，即係意味住你裡面黐乜嘢啊，甚至乎噴油都好。即係都會顯示到裡面嘅花紋啊，各樣嘢顏色出嚟咯不過當然啦，我就即係頭先試過啦，佢個優點就誤差值就好細啦，啲腍腍地啊咁樣就即係個吸震會好啦，咁啊仲有個即係嗰啲環紋啊，咁啊會多啲摩擦力咁樣啦。不過就都唔係冇缺點嘅，咁啊其實近睇個外觀咧就都比較實驗品啦。咁你睇到佢其實咧就3節咁樣分開編出嚟，然後再黐埋去㗎。咁亦都有即係有啲駁口位嘅咁呢樣就比較爭少少咯。不過就即係如果佢繼續研究落去整嗰啲新啲好啲嘅咧，應該會好大潛力啊。但係不過呢個價錢都暫時嚟講都幾貴嘅。浩洋去咗日本參加啲 Devil Stick 嘅聚會咧咁啱就幫我買到嘅啫。即使我揾到佢哋個網頁咧，我走去買咧，可能海外關係咧，佢哋唔得閒搞㗎都未有回音嘅好在浩洋幫我買翻嚟啦。
咁啊兩支買翻嚟個價錢都差唔多接近900蚊咁樣啊，咁啊希望佢哋繼續研發落去，做一啲更加好嘅，即係更加完成度更高嘅 Deadfall Stick 啦，咁啊可以個價錢亦都會平翻啲啲，咁啊好啦啊，咁啊暫時就拍到呢度啦嚇，咁啊下次又再拍嘅話就改裝之後又試下嗰啲手感啊嗰樣嘢點樣啦，亦都做啲更加多其他嘅測試啦，係咁啦。